6年皇亲，24号之七，朝代周朝，孝子淡子。伫周朝的时阵，有一个真友好的人，姓淡。后来的人甲伊尊称淡子。淡子的爸母拢有血啊，目睭定定无爽快。淡子听伫心肝内，真关心咧甲因安慰。阿爸阿母，恁千万毋通着急，孩儿一定会想办法治好恁双人的身体。老母讲：淡儿啊，我甲恁老爸拢老咯，伫世间的时间无济啊，只是就想要恁淡薄仔6年。想要摕到6年，无遐尼简单。若无细哩，恐惊6年无摕到，性命可会无去。毋过，看到回头遮济爸母，淡子决定无论有偌困难，嘛要想办法摕到6年，来完成爸母的心愿，报答爸母的养育之恩。有一天，伊听人讲，北山的树林真红，定定有落仔出日，所以就决定去北山。伊先去集市，买一块鹿皮抹伫身躯，叫做落仔的模样入山去。伊伫山内踅来踅去，四界走咧找，天色渐渐乌暗嘛，犹阁未发现落仔的影子，心肝内真着急。雄雄，伊听到一阵叫声，哎哟，毋好啊，拄着野兽咯！紧去避起来，田顶动都毋敢动。毋过过真久嘛无看到野兽的出现，感觉真好闲。探头出来四颗电灯看看咧，原来是一群鹿仔囝，因应该是妖啊。迄叫声是咧甲鹿仔母讲，今早物件转来。淡子灵机一动，抹落皮衣轻轻仔挖过，拍伫鹿仔囝中央，等待鹿仔母转来。果然无错，今仔日拍一个尔尔，鹿仔母就转来。淡子有够欢喜，就学鹿仔囝的模样，开始数鹿仔母的年水，然后缀伫一滴干仔内底，摕转去互爸母啉。伊逐工拢用这个方法来处6年。有一摆，淡子当咧出6年的时，雄雄发现有一群拍拉的派强子为这边点点仔行来。鹿仔母骂吼一声，鹿仔囝就走四散，干焦淡子一时间毋知要安怎才好，硬伫遐，目睭紧紧看拍拉的甲强子已经游开。这时阵，淡子紧甲鹿皮脱掉，大声话讲：“等下，记下留人。”拍拉的着一惊，毋知是安怎，这只鹿仔雄雄变成一个活跳跳的人，佫会讲话。淡子看到安尼，就甲拍拉的说分明，代志详细情形。拍拉的听了真轻好，隔壁大头母甲淡子学了讲。你真正是一个孝子，我食甲这大汉，可是头一摆拄着你这种人，我遮嘛有一寡6年，互你摕转去啦。淡子感激，目眶澹澹看拍拉的，甲因行一个大礼了，6年摕咧为厝行转去。